各位好，我係福全健保社區中心資深顧問 Eric Chan。而家正值1年1度嘅聯邦醫療保險開放嘅註冊期 AEP， 我哋好高興同大家分享2026年嘅新亮點。接下來咧，就讓我帶你睇睇福全健保嘅計劃咧，將會為長者朋友帶來一啲貼心又實用嘅升級。首先，最令人期待嘅升級就係我哋嘅靈活津貼。呢項嘅福利本身就係深受會員嘅喜歡嘅。今年我哋再次升級，讓佢變得比以前更靈活，讓會員更能夠根據自己嘅需求做出更多嘅選擇。喺2026年呢，我哋每一季嘅提供靈活津貼最高可達600元，而且每個季度未用完嘅餘額唔會過期嘅，仲可以沿用到下個季度，直到年底冇用完先至會失效嘅。咁樣會員一年最多可以累積達到2400元嘅靈活津貼。另外，福全健保係以預付嘅形式為會員提供呢筆嘅津貼，大家到時候收到一張由 Nation Benefit 提供嘅靈活福利卡，呢張卡可以當作係借記卡，裡面嘅津貼可以直接使用，唔需要通過任何嘅報銷嘅手續嘅。更重要嘅係咧，我哋對呢個靈活嘅津貼嘅用途作出更進一步嘅升級，等大家能夠根據自己嘅需要靈活使用。除咗非處方藥用品、中草藥、保健品同埋健身活動，而家會員更可以用呢筆費用嚟補足牙科、眼科同助聽器嘅費用。咁即係話，你嘅計劃本身就係提供單獨嘅牙科津貼、眼科以及助聽器嘅津貼。如果你想要做一啲額外嘅牙科檢查或者治療，但係計劃唔能夠提供承保，或者相應嘅牙科津貼已經用完啦，你仲可以用呢啲靈活津貼去支付呢啲額外嘅費用。而且我哋嘅靈活津貼嘅承保嘅項目非常豐富，等大家可以能夠用靈活嘅津貼買一啲真正需要嘅物品。非處方藥品啦嘅項目包括大家常用嘅止痛藥、感冒、流感藥、抗蚊藥、維生素等等。喺中草藥嘅保健品方面，仲有超過800多種嘅東方草藥嘅藥材都喺我哋嘅承保目錄之內。而愛健身活動嘅會員可以用啲靈活津貼支付，例如高爾夫球、瑜伽、跳舞之類嘅健身活動，或者去健身房，比如 LA Fitness、24 Hour Fitness、YMCA 或者 Club Palace 等等可以用嘅。另外，對於符合資格嘅會員，可以選擇用靈活津貼去購買健康嘅食品，亦即係話講每一季高達600元，一年高達2400元嘅津貼。佢哋可以選擇用嚟買菜。對於我哋患有慢性疾病特殊需求嘅會員係十分之重要嘅。呢啲會員通常咧喺日常嘅照顧同埋飲食嘅需求咧，希望能夠用更靈活嘅福利保障佢哋嘅健康飲食，更好去照顧佢哋嘅慢性嘅疾病。同時，另一個相關嘅好消息就係今年福全健保擴大符合申請慢性特殊需求嘅計劃範圍，推出一項新嘅CSNP 嘅計劃，叫做舒適計劃，係專為患有哮喘、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或者 COPD 嘅人士而設計嘅。我哋另一個計劃嘅 CSNP 嘅全家計劃係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嘅患者而設計嘅。今年呢兩個 CSNP 嘅計劃可以讓更多有慢性病嘅會員符合 CSNP 申請資格，享有專門為照顧佢哋病症設計嘅好福利。福利方面亦都有好好嘅消息。喺明年牙科津貼，會員喺每6個月就會發放一次，每年提供2400元嘅津貼。喺1月份就攞到一半，就1200元。喺7月份又攞到另一半，大大縮短佢哋等候嘅時間。津貼可以更早拿到，佢哋可以更方便、更靈活地安排佢哋相關嘅治療同埋檢查。我哋眼科嘅醫療網亦都喺明年全面擴張，從明年開始包括有 Costco、Walmart 同 Sam's Club， 呢啲係好多會員喜歡嘅廠商。明年開始大家可以去呢啲地方檢查視力、配眼鏡。除咗今年提到嘅內容，我哋福全健保喺明年有好多其他嘅升級。我哋歡迎你撥打我哋嘅粵語服務熱線，或者前來我哋位於蒙市同埋新開嘅羅蘭崗嘅社區服務中心，我哋嘅專業團隊會為你解釋。
解答嘅問題提供協助。